姑
呀，林妹妹，你家。日日陪上林妹妹，我要你叫彩虹上九天，好与妹妹在穷人要来尽心抚慰无言美。妹妹，我知道你在这里。哎呀，这样幽静的素人，我也喜欢。哎，林妹妹，刚才大飞你叫我们做事，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你了啊？我是无浪的做了一些，去出来了。做这样的事，真是别出了我一身汗来。啊，真没意思！闹了一整天，就是口头盈利，请安谢恩。这是故宫送的虚文说理，真把我噎烂死了。你就忘了刚才娘娘说，今后还要你多多去发个文章，好用中要助你。如今你说这些话，也不怕过为了天恩做的，什么了还没苏醒。林妹妹，你有何可当去我呢？提起了还没苏醒说，我心也歪，耳也聋，可叹我生在这门功夫家，还不是好事不晚上去送，临近烧炉做过梦，也不顾了我这苦子睡梦，羊羔美酒包干服，也不顾念了我这年根很苦，生来这富贵两个字，真是把人来糊涂。罢了，你再这样问说下去，却被人听见，又当着几瓜子信息挖去也是讨好，猜到句句好道理，大家又不得亲近了。好了好了，林妹妹，我陪你在此说一说，压着铁棺材上清醒梦。你只要在这里，去老老实实坐一堂，就像那蜜糖装在身上。我去来娘你，我也起来，我去了，我也去。你呀，真正是我命中的梦醒。老祖宗，这里离远望近，就在这里歇歇吧。好吧。老祖宗最好，老祖宗最好。老祖宗，咦，好兄弟林妹妹，刚才老祖宗我要叫我去寻你们呢。宝娘来，林丫头，林妹妹来，方才一直夜，绝不见你们两个，恰是躲在这里。
唉，这一天是够累的了。好，媳妇嘛，你们也受下洗洗吧。秀鸾，那娃你去看看小子来了没有？好用一天人莫打把娘娘听，空是人不留啊情，至今奉家为乱去，大观园更觉冷清清。我方在笑得一天去，你又来添我心呀，真是的，可是还少不得娘娘送礼，我竟把我们老祖宗给忘了。喏，老祖宗，你当，老祖宗不在上天富贵啊生，永世当天不放心。王王祖的孙子一心想，上山把你娃生女伴成婚，还有那花朵一样的宝姑娘，在我轻轻地紧紧来传情，把衣服才冻的那，就连这老朋友啊，从今后杀进万王，杀心城。媳妇啊，你们听听，孟丫头这张巧嘴啊，真正叫人恨于不死，爱于不死。孟丫头又能过又会说话，倒也替他让替老太太家过门。哎呀，我这种这样也有多少好。林妹妹、宝妹妹，我有一件好事要告诉你们呢。什么好事呀？老祖宗，我听你说了。好嫂子，你快说呀！刚才娘娘说，这大观园啊，他若真为心情用一天就封起来，不叫人进来，岂非过为了远方的景致？故而命姐妹们都赶进来子女。哎呀，这可好啊！大观园碧红龙的彩好风光，姐妹们居住真相当，从今儿花儿争相留多子。老祖宗难道是把我劈一旁？你去什么？你是与姐妹从中空当他，怎为上面这文字好啊！从今后我心怀一个无失去，和姐妹们对讨一花，何时才明？赶紧下集明事说话东欢唱。宝娘，六姐妹们一起搬到园里来时，可不能太到纪念日。哎，林妹妹，你喜欢是哪一次好啊？是啊，李丫头，还是哪一次这管条来？老祖宗，我爱着红的深深银泉啊，我爱着龙吟细细送雨香。这可好两儿个心意。哎，林妹妹，我也想叫你带个小香果
了，那你就自在你何用？是林丫头，你就自在着小香过。是。哎呀，为我们的宝丫头你，宝丫头，你儿子哪一次啊？老祖传宗此次好风光，听听老祖宗自好好好，宝丫头，那你就自在后无缘吧。多谢老祖宗，我们老祖宗啊是多能生子生女的。宝妹妹，你自在这里就像自己家里一样，往后不必拘束哦。是啊，宝丫头，来，宝丫头，你来了，我也将等我外甥女儿一样的等你。往回搬到园里来子，烧什么正烧？再过后你姨妈往姐姐去要。我们家里呀，有的是皇上恩赐的喜欢之物呢。你提着喜欢之物，我倒想起来了。老太太，我们在金陵早就听说，保有一路宝台，这里边有上一块如太金陵的喜事保佑来。如今来到这府上，万里人细细的宽顾你。老兄弟，能不能让我们上去上去？宝弟弟姨妈请客。你看看这块牛可是保佑的命根子呢。莫生莫放，喜在恒昌。哎呀，这两句话和我宝丫头经书上的倒是差不多呢。哦，宝在经书上也有字，让我也上去上去。不过两句千里话罢了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你怎么看我的呢？我也要看。宝丫头，你就去他看看吧。是。林妹妹，来，不离不弃，芳龄永锦。哎呀，我听这经书上的两句话，我抱你身上的八卦事，都像是一对呢。是啊，你老太太就只配他了。好，我们回去吧。回去吧。你来了一天也该回去洗洗凉啊。送老祖宗，老祖宗，老太太最好。小妹妹，你为我随着一年多离开。哎，林妹妹，步履里廊下听见讲出他，
为父亲做配方药。寡妇的妹妹不理不理，常来后头是帮药。这个老子是我可不喜欢。你最后苦命，这两苗叫那金属配什么？好，你还要说这种话，我见你个厉害，你可不知道。今天我可不饶你，老娘你在哪？我可要拿了。你以后还要是这种话吗？好哥哥，我再也不管了。
这叫我们的书，我把你找来了。好，拿来。哎，那《西厢记》。二爷，对不对啊？对。那二爷，你应该上我了吧？明天上你一吊钱，谁没见过一吊钱？哎，二爷，把这像样吊开的30个吧。二爷，把这荷包也30个吧。哎，别人是拿去，这个不灵荷包是林妹妹送给我的，谁也不是拿。拿来。拿。像这样的好书，老爷却不许我的，我今天偏要的他一个赏花呀！四大边情与子，难得西厢，前面有情全在此。爱女的境外梦与何居士。什么？林妹妹，哦，原来都在这里用功。这样一来呀，可有成功咋归了你？你取笑我做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最讨厌那些匡过名文玩去的八卦文章。你玩的这些年，不是那些书，那又是什么书呢？还不趁早就看看。林妹妹，我在这里看这个书，除了花鸟以外，别无一人知道。请你看，我是不怕的，好歹可不许告诉人哦。真是好文章，你要是看了，连碗都不想吃你。林妹妹，哎呀，林妹妹，好妹妹，那，西厢记。
就是那倾国倾城的梦呀，才该死的58堂，龙城城银子也出来了酒，混账的娃儿气死人，我可要到句句分解，林妹妹，将你告。哎，林妹妹，哎，林妹妹，林妹妹，好妹妹，我无病如今子儿人看见，好妹妹你千万让我这一招，我是一定欺负你。好，明早娘我就进池子里，让老头娘把我疼去了。那张生一封是关于在山那当起人呀望分开，老娘三声让我老夫人，那为民不前的子有满头，我以为怎么样？你答案是对，猜原来是个人养拉枪的。你说说，你这个娃呢？好，我也告诉去。我也要告诉去。你去呀，你去呀。好了好了，林妹妹，我们不谈这些了。哎，林妹妹，我们坐下来谈别的好吗？林妹妹，我上回到你房里来，看见你又在做针线了。林妹妹，你明天听我这个香台好不好？那可要看我高兴不高兴？你是我香台，我也送你件东西。喏，这是北京王送我的，是皇上赐下来的呢。什么才能是哪个的？我可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东西，我看得香的。要，我要香的。你要一个香的，那很容易。好，王氏今后遇上为替你做了，神将比我愈为足愈为些，有什么金地牛地又来了。你这个人啊，难道连亲不结束后不转线也不知道？第一件，我们是姑舅姐妹，宝贝子也是两姨姐妹，人亲切也比你远。第二件，你先来，我们两个一朝前一丈人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是谁来的？岂有个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？切！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？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呢？我为的是我的心。却不知道我的心不成。阿
生人云山高无上，乃人力生之大吉。为之，哎呀，为之。阿姨，那宋家在哭闹，你还笑你？每日里送往人来打咖啡，闻香口头记祖先，再受恭敬听教诲，味同香辣道声言，是儿民掉落的出门上，道得我头昏目眩，实可言。他热了金苦水，没有法子呀。读书把人害苦。阿姨，我来替你当孙子吧。此君一走是无亲儿，你的眉毛是谁替你画成这个样子的？是我自己画的呀。画得一点都不美，我来替你给画一下。哎呀，小祖宗，喏，让我家家门吧。好，随他你画吧。阿姨，那眉间长处也不是水，眉眼好像林妹妹，再替你唱眉给一个风雨妹妹一样的人态。哎呀，阿姨，你这话怎么去问啊？眉眼更像那林姑娘，七脖子，为了他的贴了金门金真奇怪，难道眉眼生得好看的，因为这才成了吗？我偏要把你画得像林妹妹一模一样。先生，你看我画得美不美？请问你家林妹妹是在家相夫难求别起床，我们的孙来的姑辣椒米。先生，没我子就是他为么样子？这都是阿姨宠爱他的缘故。阿姨，你啊，红王文飞路阳台，主子的奴婢去往来，你放下风景素颜，老爷知道要听这台。阿姨，其实台也蛮多的，总在你不是的心读书，也应该生产出读书的样子来。又是读书啊，快天是年了，来，他下一件衣服吧，来。咦，这个环境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过？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个朋友送给我的。是什么朋友就送你这样的东西？哎呀，你照顾一些好不好？哎，
你又不是交上了些什么三教九流的什么了？好幸运的条件，不知我家爷又做了什么冒着人的事了？再有些风风雨雨被长辈知道，又免不得把红萝卜说在垃圾站上，叫我们做奴婢的会气跑什么？我说的就是真经事。不瞒你说，宋城亲王府里有个唱戏的名叫机关，这条汗巾是他送我留着纪念之物。唱戏的，那机关从小我当王子，11岁马到西班牙过，13岁他已然二门生子海，进了中常亲王府。到如今他名满天下，你超绝，谁又知他抬下来比抬上多？他是四吃白酒新不过，新不过令人当作王爷奴。我月月这好呀雨，雨梦他在我痕经心相路。二爷就媳妇交朋友做这种事情，二爷你放下归天千花粉，七宝旁拼音名声配的舞，三陪老爷来自乡，家不说早得过哟，你媳妇往来，这难道就完了什么的？万地他亲，妻子往来怎么是宝姑娘来了，宝姑娘请进。什么？不欢迎他人吗？宝弟弟，来，宝弟弟请坐啊！宝姑娘请进。你们刚才讲的这样热闹，都是在谈讲些什么？宝姑娘，你看。他就是这交朋友啊，宝姑娘请用茶。是啊，宝兄弟要是做戏自己教，那倒是叫声担心的。宝弟弟，你不要听他的话。哎，宝弟弟，我心情约着了去试试，请你看看。那二爷，什么事？二爷，老爷吩咐我来传话，说是贾玉成老爷明天一早要来拜访，老爷要二爷准备准备，明日好会客。又是会客，这是老爷吩咐的嘛？宝弟弟，老爷每逢这对宾客，总是要我也备着，你说这为的是什么呢？那当我是你的常在车中，生见娘母的，谁不想见见你面？我不过是个说中有说的俗人罢了。哎呀，你长了自己原是贵妃娘娘的道理，什么叫声不娘母你？我就不要有这些落肚门来往。宝姑娘，你听听，他确实这个改不了。世界上哪有个不娘好做贵妃人来往？强留戏子，这叫朋友的道理呀。这倒是要改一改才好，宝兄弟。你去问过吧去吧。宝姑爷。
准备送家，还不罢的宝姑娘，人家好心劝他昨晚参加什么乐多？你想什么用不得老爷不生气你？我醉了，宝姑娘再走一位吧。不用了，我再去看看你妈去。宝姑娘最好啊，宝姑娘最好，宝姑娘啊，宝姑娘最好，宝姑娘最好啊。宝姑娘啊，真是心地宽大又好样，真叫人敬重。因儿是宝姑娘，今朝要是为了林姑娘啊，不知道又会怎么样呢？林姑娘从来都不会说这些文章话。难道是文章话吗？真想不到，群内贵国之中也会传上这种风气。短短的，谁能上去做什么？方才贾雨成老爷来接你，等你半天才出来，出来了又慷慨潇洒的谈吐，显得畏畏缩缩的。别怪他你作为所长，别丫头你到李生光，自古陶氏同济雅文曾经连那几文章，可叹你曾经是个举不雅，仕途荆棘披旁，只怕你永在那一城东梁，与家与国俱不忘。听起来是谁跟着你上呀？老爷就是小弟妹妹，他到底读了些什么书？哼，一定是读些雷业文化在肚子里，等我空了，见不了你的病。老爷，就这不上进的孙子，晚上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引我下去读书？是。众人亲王府里有人来接，有请。不知大人驾到，有事原因，万请示人。请官请坐，大人请。请坐，请坐。
报名而来。我们府上有一些事名叫结果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，事情身无者不见委屈，此次寻找无者。这是结果，与琳琅宝女相交甚而。听着到此府去，也是琳琅的旨意。故此就先生专制琳琅，请将结果放回。大人稍待，来人啊！黄宝女来。是。大人，请命。老爷，你是该死的奴才！在家里，你因为贵嫔被熏焦，在外边无法无天又遭殃。那结果是王爷家人陈梦人，你经过应对他出不逃。什么结果？我实在不是此事啊！把子难把里护帮，公子你可苦莫得牢。同是我说你未见得这次也与真名在举人，他人与我今晚见你了。大人请说，你讲，那结果也觉得让与父母，也觉得像马欢笑，再不愿出身有理，愿做个隐居于家。看来他人在哪里？你讲，他必去东郊，可有此事？是不是？你万不我夸奖。你好，我下去找一位，找不了便罢。咱们与再来请教好事。宋大人，不许离开！大人难拒，宋大人，奇怪啊，奇怪！可他你总有因子上头光，只怕是难道是来无知上？哎呀，上阵！来人啊！来人啊！把宝牛拖下去捆了，把门都关上，再有人转进到里面去，立即等死，用我拖下去当！听见没有？用我拖下去当死他！令我重重的打，令我打死他！天哪！像我家父能是你专营之作，富贵功名之家，竟出了这个不忠不孝的，孽子！他不能光灿灿胸怀金银，他不能为呵呵加了高的，今与那丫头媳妇结朋友，做出了颠入门楣趁事情，今日却更名，你将来说祖宗怕家
宝玉拖上来。有谁人给到，老爷爷给宽仁我夫妻问道，我年已半八，再有10爷年大。我养一子，无为不祥，不是今日打死他，一切很晚。老爷，要是我的祖儿为我在世上的话，先是你当时也顾保佑，先是当时也不顾保佑，我也不管了。自己我只有这一个儿子，老爷，你我只有2双手。老爷，再打死他，就花去了。宝女，老太太，我知。老太太有什么吩咐，何必自己出来？快儿子进去吩咐言了。哼，你原来哄我撒谎，我倒与娃吩咐，自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，你让我谁去生？老太太，做儿子的管教他，为的是永中要做。老太太实之做啊，做儿子的是我担当不起呀！呸！我只说了一句话，你就经不起。你那样的板子，难道宝玉谁经受得起了吗？你这不养好我争气的孙子哦！宝姑娘，宝二爷在吗？宝二爷他已经在了呀，是宝姑娘来了。宝姑娘，请进。宝姑娘，请坐。宝二爷的伤可便宜了么？好，倒是好了。啊，宝姑娘，这真亏你呀！宝兄弟要是没与你细心照料，岂不为好的这样还你？好端端的怎么叹气了？宝姑娘，你哪里知道？老爷子托当二爷家闺女，为的是王子成龙把名显，再知他好了伤疤伤了痛，理解本性该改变，我太的是你是做了空劳了王宇，这只还温暖心一片。你
爷费了许多心思，你再帮我们劝劝他吧。只要用得着我就不太子。上次听人说你对了个戒指，是不是？宝姑娘真是好记性，也不知是我粗心万次回去，竟把太太赏给我的一个好值钱的戒指弄对了，这也找他菩萨，真叫人心痛。对了，你就算了。我这里倒有一个，你把我这个拿去背吧。宝姑娘，说是恐不及太太送你的那个好。宝姑娘，这我怎么受得起你？这说得了什么？你就拿着用吧。也只有你宝姑娘总是这般体贴人。你要是缺少点什么，这光着我也好了，用不着什么客气的。是我知道了。哎呀，宝姑娘来了半天，我竟茶都没倒一杯。宝姑娘，你走走，我去倒茶。不用了。和尚道士的话是我信的，什么金玉良缘，我只想与林妹妹的谋色结盟。宝贝的是你呀，宝兄弟，你的伤可是医了么？多谢你牵记着，我的伤已经全好了。哎，宝姐姐，你是什么时候到来的？说了也为了，想不到听见你在梦中骂神。哦，是真的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？哎呀，好了，梦中之言不知为信，就不谈他吧。我一来是来访访你，二来听说你在监狱做了几岁心事，倒想来打倒一番。是倒是做了几岁，这是真不见你和林妹妹，你来了，正好请你评论一下。那么请到里边去吧。有什么是宝来做的，叫我们深更半夜的不得再叫。都在下了，于是明天再来吧。是我啊，凭你是谁，还先吩咐的，一概不许放进人来。宝兄弟，这岁事倒做得不错呀。
深色到大观园，四季是春，我眼中恰着是碧树春。茶呀怕海浪急，杨柳带醉，桃花恨，这花都儿与成一朵水。比例，我已曾放心随功名，弃掉情意随自意，只一这生莲花。难为你陪着我们老一辈泪如愿，这才贴了我们过少的喜事里。包茶里给公主龙吟当被端音啊！我你来了，我那边走的回房。好吧。老年谁有喜从意，真乃是花里的生花生。老师说你在哪里？这什么把法医非常花人，令我恨啊！老太太有我有年轻，长生不老我想起三个暖心，老人心。我丫头就凭你这张巧嘴啊！我泪心宽起来，二嫂子病他这样巧，总巧不过老太太你。哦，我的孩儿来坐下。我的孩儿啊，
我死勤劳了，还瞧什么？喏，当年我像冯丫头这么年纪，倒是比他顽强哩。是啊，是这样的。姨太太，不是我当着你的面蒙人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中4个女儿顺起，要是巧，要是好，都不得报丫的。对，老太太说的真对呀，这话是老太太说偏了的。哎，姑妈，这倒是真的。我时常听老太太在背后也是包姑娘好你。冯丫头，等为你去准备一些好吃的东西，娘儿们今天说新剧乐言了吧？是。姨太太想怎么去，这管告诉我，我有办法叫冯丫头办了来去。老太太总不觉她出难的，时常叫她弄了东西来消解的。姑妈，你休说了，我们老祖宗啊，只是言神又说，要是不言神又说啊，早就把我也吃了你。老祖宗最好。
我知道你不理我，见了我就走开。我找你说一句话，从今儿就了开手。去说吧，说两句，你听不听你？妹妹，岂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样，今日又怎么样？想当初，妹妹从江门出来到，包牛是从着乡门红欢笑，我把那心上的话儿对你讲，心爱的东西听一条，还怕那妖怪我是不知道，我亲自张张结结来找了。夜上外闹落大雨，夜上开夜落些笑，我与你同坐千万同常在，将一目所生的亲同胞，十指望亲亲热热插到底，方觉得我俩情谊比谁好。谁知道妹妹人大心也大，如今是你瞎着眼睛把我叫，三朝四日不理我，是朋友失望了不单烦恼。我又从你当爷子骂也好，为什么用耳鼻子将我抛？你与着你说也是，说也好，为什么被人都是淌泪掉？是保牛不明白吧，不理我就是为你死了，也是过却死的归文缘难到。怎么？你在哭了？我父身可来，看你来自还滚人，怎么能手动决定？是我忘了情，我就动了手。你既这么说，那我来问你，那天我到医院去，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呢？是我从哪里说去呀？怪不得你不理我，我是个这样对待妹妹，叫我来看就死好了。切，大清早起死呀我呀，也不忌讳。好妹妹，我实在不知道你来呀。那天只有宝姐来走过一回，一定是丫头们干的好事。待我回去问出是谁，我就要教训教训他们。
是要教训才好。得罪了我倒是小事，要是以后八姑娘来，什么白姑娘来，也把他们得罪了，事情可大了。我要是这种话，你到底是气我，还是憎我呢？至于什么要紧呢？可劲都绑起来了，还记得原来好你。好妹妹，你放心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倒说说看，什么放心不放心的？你果然不明白这话吗？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，连你的意思都体贴不上，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我真不明白。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了，你若真的不明白的话，我当我平常不用了心，连你对待我的心也都不问了。正因为你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多了心，才弄了一身的病。好妹妹，你若能宽为心，你的病就会好了。这丝袍你就拿着用嘛。好妹妹，你慢点走，你再让我说句话，你再走好不好？我有什么可说的？你的话我都明白了，都明白了。好妹妹，我这个心从来也不管事，今天大胆地说出来，就是死了也是甘愿的。我为你也弄了一生的病，又不敢告诉上，只好挨着。等你的病好了，只怕我的病才会好呢。我是睡里梦里都忘不了你，好妹妹。二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二爷，看你真舍不得，还是回去吧。走吧，走吧。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？不曾做什么。可曾看见我们姑娘吗？不曾见过。子娟慢走，我正有话问你。子娟，近来妹妹身子怎么样？夜里瞌睡的可好一些了吗？瞌睡倒好一些了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！奇怪，
这个不相信神道的人，怎么一年奇怪来了呢？这叫做凭借乱头衣呀。子娟，妹妹燕窝吃了没有？我正要问你，这燕窝是谁教我们的呀？是我上次在老太太面前列录了一个风声。哦，原来是你说了啊！我们正在牛，老太太怎么忽然想起来，每日叫人送一两燕窝来呢？原来是这样哦。燕窝吃光了，吃上2、3年，妹妹的病就会好了。也多谢你费心了。子娟，天气不好，忽冷忽热，你身上穿的这样单薄，妹妹已经病了。要是你再病了，那可怎么得了呢？二爷，上次我们这可是话，可不能动手动脚的哦。1年大2年小，叫人看他不真容，那些文章人在背，都会是你的，你总不履行。我晓得谁也不认为这是我死的。况且姑娘也吩咐过我们，不要你思想，你怕他进来怨杀你，我怨不及你。二爷，你生我的气了？不曾生你的气，你的话说得有理，怪不得妹妹常常不理我了。唉，假的假的，死的死了，真的真了。你们渐渐的都不理我了，想到这些，我才伤心起来。看宝牛山上有情人，是真是假万难分。他姑娘好一人，与对一样人，不知道他究竟爱的什么人，独自卷金山到要死也是。连他一连，看他是王头万事尽。子娟，你在想什么？二爷，我在想，啥是每日1两燕窝，在这里吃惯了，明日回自己家里去，哪里吃得起这个呀？你是谁到自己家里去呀？你领妹妹为啥在自己家里去呀？你呀，你是什么话啊？你红山大呀无落叶，妹妹是苏州女人大无情。老太太一些外甥女，千里结归不成婚，她离不开小乡观众且观众，真委屈，叔叔真委屈咱们。二爷，你也是想困什么呀？你为家父做大神的难道是别人口中的无靠？你可知虽然去了归他海，也是终于他去忘了。等姑娘将来出国时，至少要送她回故乡，心灵里都能在家父试一试。听说是临江城来接姑娘。他就变成这样。
你是怎样死的？不帮你弄成这个样我是直接姑奶奶和他商量些什么话？俺也就爷爷吃了水的也能量，我也不会死了。宝娘，是呀的你他商量些什么？我并不会说什么，这让他失去玩玩。二爷，二爷，你可不能当真啊！哇！是呀的，得罪了二爷，忘不过去。对对，师叔，你不能争，你不能争啊！要去连我也带了去。怎么一回事啊？他失去娃娃，生日林姑娘要为送进自己家里去，二爷他去。不到什么事？林妈他，林妈妈他忙着来看大爷来了。你叫林妈妈看到后一位。二爷，不得了！是你这个人，我叫你们来了，快打出去，打出去！死了你们嘞，银子才不许他心里。对，今日不许提到灵子，也不许叫心灵的进来，都听到了没有？你们都听见了没有？也不许心灵的进来。我好兄弟，那就是正好兄弟们来。好兄弟，爱你。那就说了这里面来了，快当出去，快当出去，当出去，当出去！你看谁在那边走？这兄弟总该放心了吧？大爷，师主。林妹妹她从今去公台，好妹妹，我这个心从来也不管事，今天他当的说出来，就是死了也是甘愿的。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，又不敢告诉人，只好挨着。放了对水军，你就回去那块水军，我在这里等着你。
咦，傻垃圾，好多顿的，为什么你哭？林姑娘，你倒拼命在鼓励，我只不过说错了一句话，珍珠姐姐也不该打我呀。你说出什么话了？珍珠姐姐为什么要打你？还不为宝二爷去保姑娘的事情。你说什么？那就是为宝二爷去保姑娘的事情呀。林姑娘，自古来哪个姑娘不成功，哪个少爷不娶媳妇，为什么不许人家三言句？为什么要装成弄鬼非莫然主？哼，林姑娘，林姑娘。
能有多少嘞？真情的东来到城，想来到去，姑娘啊，保养你要精神花模样啊！这样的娃儿同成心，世界上总有两样可是命，更何况祖宗都是同你的神，老祖宗大你长姐妹贴近你。身体好了才快嘛，拿来。
谁知他死跑比比身心变啊，苦叹我真心人玩得过假心人，早知神经病谢爷，你告诉了老太太林姑娘的容，他们怎么说？不用问
叫我们知道，这些人就这样很多人在啊。话不能并他鼻子不能比，恰原来布姑娘多见那王子妃，贴心上那关正是我来团王的神儿来加一岁。老娘我看明朝林姑娘死，你那是我连来见我，真想不到你也是。林姑娘她怎么样了？在哪吗？有什么事吗？我自己姑娘这几句话，自己姑娘刚才老太太和魏奶奶商量过，哪里要用你，才指挥你。在妈妈，你先请吧。等林姑娘死，我们始终是为才来定为使唤的。这是林姑娘我也可以请你。自己姑娘，我也是长得差劲，该何进。那这场谢爷，跟我走吧。谢爷，怎么也跟着不去？长得是少不过长的。我讲姐姐，谢爷。没有什么姑娘，是来请我回去的吗？是的，姑娘，是的，我要回去了，我可要回去了。姑娘，不是请我回去的，妹妹，你去，姑娘。生小官的二爹到如今，少时难用我亲把身，与妹妹永别。姑娘，
吉祥。东京女，你走进无言，相思好林妹妹，好嘞！林妹妹，你的孙子好了没有？我们好久不见了，现在可盼到了这一天。林妹妹，宝兄弟，宝兄弟，宝女，你要稳重点呀！林妹妹，今天正是从古道去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莫疑的事啊！林妹妹，妹妹啊！送
望着平日一边去，今日老是无言难寐。从今儿与你曾在早起干花灯，寒夜挑灯把米菜，天香亭里观松啊，不月谁影他苍北。从今儿巧女教引满山文，四道团水放不开，这真是宁红水空风雨空，女郎织女妻为林妹妹，你给的这个东西做什么？我好不用这些石头呢。林妹妹，宝兄弟，妹妹兄弟，宝兄弟，做新郎送给东人，许啥子新娘起担心，多生欢喜少厮杀，再缘再分莫团聚，老祖宗都是为你好，你去懂得，小人乃是第一句。你生我啥？我是你，都生啥你？我把我的心都交给了他，还会对他不问人吗？我爱他敬他都来不及，怎会是他期待许？今生我早分析进去，一生里把脸上化作鸟之嘴。老牛，我的孩儿啦，愿娘相敬此病到他来，这才是父母之心，不过为那为什么？来，宝女，你母亲的话可要记住，这都是为你好啊。我知道了，这最好了。林妹妹实在是红盖的啊！她做事里面是无用，没事里她做不是心里晨光花头。这叫我是何能不去看他呢？林妹妹啊！宝兄弟，宝兄弟，宝妞，宝兄弟，宝妞，二爷，宝兄弟在哪里呀？小子，你快来我的手指头！你看我知道你在做梦。哎，什么做梦不做梦的？你不要胡说，老祖宗在这里说啥，老爷也是外头说的呢。二爷，我来问你，上上是那个美生儿子的，亲戚的孩妹妹，林姑娘呢？怎么问得起林姑娘呢？老爷子所娶的是宝姑娘。姑娘，宝兄弟，你娶的是宝姑娘。宝妞，你娶的是宝姑娘。二爷，是宝姑娘。是啊，是宝姑娘。姑娘，我
红尘为什么没缘错把桃花望求你把我们放在一间屋，也好让同病下来心靠心。我咋也能少相见，死了也可伤同门。兄弟，老祖宗啊，我天下万物我所求，自己的妹妹同死生，老祖宗的医疗我吧，医疗我吧，老兄弟，老兄弟，今天是你大喜的嫂子，你今病怎么样？好叫我心痛啊！你呀，你呀！去你妈也老有用！我找你妹妹去，我找你妹妹去！兄弟。孽障，你老
妹。不知何处去，可留下苏州怕为害邻人。林妹妹，林妹妹，林妹妹，此今是千夫万婚，婚不归，上天上地。想当初，一孤苦伶仃，当我家来，这一位暖家哭泣孤零零，我与你今生与日亲兄妹，那日两小无猜空，长大，空头西厢采花人，宝玉是破佛桃心真情
妹妹是心头早有口不言，到如今无人共把心相通，可怜我伤心不过梨花呀莲。记得你怡红院上了闭门岗，你是啥不休也不明。妹妹呀，你为我一往情深到明天，我为你睡里梦里常想念。好容易盼到同往花烛夜，总以为美满姻缘已现前，想不到令妹妹变成盗贼，恰原来你配必死，我配呀骗。啥指望爬头到老不恩爱，谁知晓你竟黄土笼中头是面。我行身上风骚何上前，只怕你妹妹伤纠结。你不必多虑，怕委屈吗？子舅，我知道妹妹恨我，你也恨我，我就是死了也是个缺死鬼。这些话我已经听惯了，神已死了，还是顾什么你？子舅，妹妹临死之前，她讲了些什么？你。曾记得姑娘病重无人理，上前只与我知心地，他这边冷过的三根气儿，你那边是东望承诺一片喜，这听他昂声福报哟。妹妹，他说了些什么？姑娘是保佑你好，这心酸的事儿，我牢牢记
随葬花呀，王子娟美美的银姑今后才那银姑叫她姑娘呀，她姑娘生爹的娃。今后你世上的生儿不是好。你不能怪我，我配真配了，并不是我违心啊。举身生的是他错，一根插手。众生天长地久有余光，我心却已灰难再补。妹妹，你一直在当兵学里做事，我妻内一共清流30步，从今后你参过面在地下，我远从头根永不逃。阿姨，这是林姑娘泪下的胸腹泪。生计难在烈里生，我与你死亡去尽，平地花。阿姨，你快回去嘛。